好，非常好，一片嘅歡笑喜樂嘅景象嚇。所以今日講到嘅主題信息呢，亦都係我哋農曆新年慶典嘅活動嘅一部分，就係家和萬事興。家和萬事興係一個大家都非常渴望得到嘅祝福嚇，一個大家都非常渴望得到嘅祝福。家和萬事興呢，之所以係千古嘅名分，係因為家呢係支撐着人類社會嘅基礎單位啊，就係 family。倘若家嘅體制以及家中各人與彼此嘅關係係友善嘅、係好嘅、係健康嘅、係和睦融洽嘅呢，咁呢咩事都好辦啊，咩事都容易辦。喺和睦融洽嘅情況之下呢，事情就變得好容易化為啦。大家開開心心彼此配合，事情就會做得順暢，工作效率自然係會提高啦，並且會帶出興旺嘅成果。呢個係不爭嘅事實，亦都係我哋每個人由衷嘅盼望嚇，無論係自己嘅家庭、教會嘅家庭、人類社會嚇，都係能夠達到呢種嘅和諧嘅景象。咁一個和諧和睦、彼此融洽配搭嘅家呢，係能夠輔助彼此，並且能夠發掘出同心同行嘅強大力量同埋功能，令到大家能夠同心咁去壯大呢個家園，保衛家園，並且一齊去貢獻社會。咁相信大家都有聽過以下嘅成語啦，就係兄弟同心咧，其利斷金。有冇聽過啊？可能兄弟同心就冇咁聽，但係下一句夫妻同心，其利斷金就一定聽過啦，係嘛？一定聽過嚇。好，咁呢句話出自邊度呢？係喺周易嘅繫辭上呢。有時咧，我又戴慣眼鏡，而家冇戴，老花唔使戴眼鏡，反而變成，所以有時都會咁樣以為要整下眼鏡，但係其實係唔需要嘅嚇。所以有時啲習慣難改嚇。常來形容呢個團結一心嘅力量係非常之巨大。嗱，呢句話嘅核心意義係咩呢？就當弟兄姊妹或者夫妻之間呢，能夠完全同心、團結一致嘅時候，呢個力量係鋒利到一個程度，足以斬斷金屬嚇，甚至乎精金都冇有怕嚇。所以何謂家？點解家人、弟兄姊妹、父母、兒女、夫妻之間團結一心係有咁大嘅力量、咁犀利嘅力量呢？我諗主要有3方面啦。第一呢，就因為一個和諧嘅屋企係能夠為家庭成員提供非常重要嘅 emotional 或者精神情感上嘅支撐，令到屋企人能夠專心盡力做好佢哋嗰份工同埋佢哋嘅職責嚇，佢哋嘅位份，讓佢哋喺冇後顧之憂同埋負面情緒嘅影響之下呢，能夠把自己嘅工作發揮得淋漓盡致嚇。咁和諧嘅家庭亦都係一個如假包換嘅安樂窩，而非一個冷戰場啊，更非一個熱戰場啊。家人互相理解同埋包容嘅時候，能減少所謂叫做內耗嚇，內部嘅紛爭，讓人安心喺外拼搏事業。咁第二個原因呢，就係和諧關係能夠造就下一代健康嘅成長。家庭嘅成員嘅功能咧，其實大家都係息息相關嘅，相得益彰嘅。所謂父慈子孝啊、夫唱婦隨啊，呢啲大家耳熟能詳嘅呢啲4字嘅成語咧，都代表到話家族嘅成員如果能夠大家一同分擔家事、團結互助相得益彰嘅時候咧，大家能夠英文就會 You have my back, I have your back 大家彼此守望相助咧，就更能夠互補不足嘅時候咧，
有時就係個不同反而能夠互補不足嘅時候，就能夠培養到責任感、自信心，提高整體嘅經濟同埋生活嘅效益。但亦都有個反效果，就係若果家庭不和嘅時候呢，有呢句嘅話係家衰毀三代，大家有冇聽過啊？家衰毀三代，哇，都幾嚴重嚇！家衰唔係單單係嗰一代，係可以有三代嘅影響力嘅嚇。所以和諧嘅家庭係極之重要嘅嚇。咁家庭成員對自己家庭同埋社會嘅影響力係不容低估嘅。堅強嘅家庭作為基礎支柱嘅時候咧，提供情感安全啦，促進身心健康啦，灌輸核心價值啦，呢個傳承啦，呢啲都係直接造福成員提升韌力、學業成功與穩定性嘅。所以對社會而言，呢啲嘅家庭培養有生產力同埋富有同情心嘅公民，亦都會降低犯罪率啊，對社會嘅穩定有貢獻啦，社會嘅公益有貢獻啦，並且透過公民參與加強社區嘅合一連結等等嚇。所以家和萬事興呢，係我哋中國人嘅千古名訓。一個家庭如果能夠真正和睦和諧和平嘅時候，前景將會係一片光明，一片嘅亮麗。咁對於如何建立和諧家庭呢，所羅門喺箴言第10章第12節呢，俾咗我哋一個非常重要嘅教導。恨能挑起紛爭，愛能遮掩一切過失。我相信大家都好清楚嚇，愛和恨呢都係世界上最重要嘅力量，係世界上最重要嘅兩股力量。一股係正面嘅力量，另一股係反面嘅力量嚇。咁恨呢，基本嘅定義喺新華字典裏邊呢，佢嘅解釋釋義如下呢，係一種強烈嘅憤怒、怨恨、憎恨嗰種咁嘅情懷。恨能挑起紛爭，恨亦即係話心中累積多時冇去化解嘅負面情緒呢，有時可以令一個就算係少少嘅誤會都能夠構成重大嘅爭執拗撬。有時幾蚊雞嘅事情或者晚上大家應該去食廣東菜潮州菜湖北菜或者係日本菜越南菜但後來拗到咧，結果面紅耳熱，結果連飯都食唔落，邊度都去唔到因為有時話幾蚊雞，或者嗰度會平啲，嗰度抵啲，但係呢度係 better choice 咁嗰啲錢其實只係導火線，心中嘅不滿、心中嘅怒火、心中所積埋嘅怨恨，先至係真正嘅氣慾嚇。所以恨的確能夠令到小事化大，係人際關係惡化嘅強力催化劑。家庭專家呢，時常將呢個景象描述為反應嘅循環，一個 loop 嚟嘅 feedback loop， 係因為瑣碎問題嘅爭吵引發到咩呢？其實引發出自己被人忽視啦，點解我講極你都唔聽？點解淨係有你講冇我講等等不被尊重你咁算睇得起我咩？咁係你係真係睇到我嘅貢獻咩？或不被愛嘅隱藏感受呢，導致到可以係個心係完全閂埋咗，反應亦都變成咗突然之有爆炸性喺裏邊啦，係一發有時甚至乎係不可收拾。相反嚟說，愛呢係能夠遮掩一切嘅過失。咁愛嘅作用呢，
係剛剛相反啦，係大事化小，大事化小嚇。連天大嘅事情，就算哪怕係身家性命啊、死人冧樓嘅嘢啊，都可以因為用心咁去或者斟翻一杯茶道歉，係一聲充滿咗誠意嘅對唔住，或者一句我愛你咧，而令到火藥味大大嘅降低，甚至緊張嘅關係可以馬上修復。唔係話一杯茶、一句對唔住、一聲我愛你有咩咁了不起嚇，而係因為有心，有心，心中有愛，所以問題唔係第一，大家嘅唔同唔係第一，而係關係先至係第一。有時如果諗點樣可以化解人與人之間，佢話就算喺國際裏邊有成40幾個%嘅嗰啲事件都係叫做 intractable difference， 話大家都係用就係講理由嘅方面嚟講，係完全揾唔到一個合理嘅答案嘅，喺 intractable difference 上嘅國家。但係點樣先至可以唔導致到係世界大戰呢？所以但係有時如果因為用心嘅去斟一杯茶，一聲充滿咗誠意嘅對唔住或者我愛你呢，有時可以令到火藥味大大嘅降低，甚至緊張關係馬上修復。唔係一杯茶、一句對唔住、一聲我愛你有什麼了不起，而係裏邊嘅心，裏邊嘅心。咁所以呢，正所謂精誠所至呢，金石為開。愛的確能夠令到大事化小，係優化人際關係嘅催化劑。因為仇恨嘅力量係如此嘅強大，我哋必須用一股更大嘅力，先至能夠去克服佢。呢股能力係咩呢？就係愛嘅力量啦。所以聖方濟各嘅禱告就係以呢一句嘅名言嚟到開始：主啊，求你使我成為你平安的工具，在仇恨之中，讓我散播愛。Lord, make me an instrument of your peace. Where there is hatred, let me sow love. Sow love 係撒播愛嘅種子嚇。所以恨能挑起紛爭，愛能遮掩一切嘅過失。咁恨嘅破壞性呢，係絕對不容低估嘅嚇。佢喺缺乏和諧嘅家庭係容易受到不同壓力嘅衝擊同埋摧殘。因為時間問題，我唔會細講，但每一個 point 咧喺好多嘅研究科研裏邊都提出有好多嘅細節喺裏邊。但第一就係精神或者情緒方面嘅壓力啦，精神或情緒嘅壓力嚇，無論係任何一方面嚇，都會又因着敵意嘅環境經歷慢性壓力、焦慮同埋憂鬱嘅嚇。咁第二係咩呢？亦都會導致到溝通與信任破裂啦。溝通與信任破裂啦。好，第三又係咩呢？喺成長嘅過程當中呢，係倍加不同嘅另加嘅壓力同埋風險喺裏邊嚇。譬如一個單親家庭嘅孩子，可能會面臨比一個完整家庭更大嘅壓力嚇。例如被逼扮演細個就要成為一個大人嘅角色，或者成為甚至乎一個代罪羔羊添。咁第四呢，有時有一個孤立感，或者覺得缺乏支持添會覺得支持嘅令到一個人去係借酒消愁啊，用藥物啊等等嘅問題。第五呢，大家可能都聽過有善嘅循環啦當我哋行善，我哋都提過有善嘅循環，但有時都有惡嘅循環喎。惡嘅循環亦都可以成為一個好似
巨輪咁樣去一路推動咁樣。若不刻意嘅介入去喝停嘅時候咧，不健康嘅行為往往都會遺傳落去嚇，又會向平方面嚟到散播旁邊嘅人，但亦都會向下散播嚇。所以話家衰就係係會有影響三代嘅嚇，衰起上嚟嚇，形成世代嘅毒性循環啦。好，繼續咁，然後咧，分裂嘅家庭係因為一溝通不良，第二持續衝突，第三缺乏支持嘅時候咧，係極之容易面臨情緒不穩定啊、慢性壓力啊，同埋一啲行為嘅問題。所以主要嘅弱點包括信任破裂、心理健康問題、風險增加、經濟壓力，以及對兒童可能造成長期情感傷害嘅可能性。所以亦都有一句名言呢，就一個分裂嘅家庭係冇法站立得住。呢句話係由聖經出嚟，主耶穌講話 ：A divided house cannot stand. Divided house cannot stand， 係想企都企唔穩，因為係搖搖欲墜嘅嚇。咁所以呢，1858年呢，林肯就用佢嚟強調國家因奴隸制度嘅分裂嘅而產生對全國嘅風險啦。恨的確能夠挑起紛爭，現代科研俾我哋對恨有個更深入、更具體嘅了解。我諗起碼有兩方面呢。佢提到呢，即係我相信現代科研都幾同孔子嘅思想係相似嘅，佢係人之初性本善咁嚇，所以佢嘅結論係仇恨不全是天生，甚至乎絕大部分佢認為都係累積嘅，哪怕就係一個小孩子，因為3歲嘅細路可能都會識講 I hate you， 但佢個 hate係只係話我唔中意嗰樣嘢，主要係咁，唔係話真係話好似我哋諗到話要攞刀斬人嗰種咁嘅地步嚇。但係佢係累積嘅，佢會增加嘅，會倍增嘅，甚至乎完全失控嘅。假以時日，所以專家嘅認為亦都係仇恨係會透過集體化、習慣化，當睇唔到啊！第一次好似覺得吃咗一驚，第二次好似完全睇唔到，第三次好似冇嘢咁。而深度化嘅過程累積而成，所以反覆嘅負面互動咧，與共享情緒咧，會隨時間強化並且加深，係好似一個 snowball 雪滾球咁樣嚇，成一種累積自我延續嘅力量。好，咁我哋又睇第二個因素，因為佢唔係全係天生嘅，而係可以累積嘅。我哋可以有影響到佢嘅。第二呢，佢亦都提到仇恨對人類心靈係具有毒性且自我毀滅嘅力量。話呢個係好嚴重嘅批判嚇，但係亦都係讓我哋見到係絕非可以忽視嘅。可以有慢性嘅壓力啊，認知嘅扭曲，因為有時嬲爆嬲，即係怒髮衝冠嘅時候，有時諗嘢都唔係十分清楚嚇，可以嚇。有時就可以一面倒嚇，情緒疲憊嚇、疲勞轟炸，或者嚴重嘅心理健康問題啊，如焦慮、憂鬱同埋偏激固執等等嚇。同時身體上亦都會增加呢個叫做 cortisol 咧嚇，皮質素啊，有時甚至增加心血管疾病嘅風險添。持續嘅仇恨亦都會使他人即係將佢非人化 dehumanize 咗對方嚇，縮小同埋並且破壞人際嘅關係。咁大家睇下一幅圖畫咧，係咩？就係一個火山爆發啦嚇。仇恨亦都能夠讓每一個成員之間嘅差異同埋缺點咧，好似灼熱嘅火山一樣浮現嚇，威脅吞噬並摧毀整個組織、整個家庭。所以因為仇恨嘅力量係咁大呢，係只有愛嘅力量先至能夠戰勝佢。能夠掩蓋蓋過佢嘅毀滅性嘅影響。所以愛對於家庭呢，
除咗我哋大家都好熟悉聖經講到好多唔同嘅功能之外咧，有一個非常重要嘅功能就係保護。愛有一個非常重要嘅功能就係保護。喺哥林多前書第13章第7節咧，愛是凡事包容。嗱，呢個原文咧，呢個包容其實唔係淨止話我就當睇唔到算數咁解嚇。原文係有保護同埋守護嘅意思。原文係有保護同埋守衛嘅意思。所以譬如喺英文嘅 NIV translation 就係 love always protects。佢唔係就咁話 love just let things go， 唔係咁嘅意思而係 love always protects。呢個包容係有保護守護嘅意思。所以真愛具有修復破裂關係嘅能力。真愛係具有修復同埋可以話修補關係裂痕嘅能力。咁喺箴言第10章第12節所指嘅，正正就係呢一種保護同埋修復嘅愛。保護同埋修復嘅愛，愛能遮蓋無數過錯。嗱，呢個概念咧係出自彼得前書但佢亦都係引用咗箴言第10章第12節彼得前書4章8節，但引用咗箴言10章12節，係指到積極而且無私嘅愛係由上帝而來，無私嘅大愛 Agape love 呢個愛咧係能夠覆蓋。覆蓋兩個字咧唔係講到話忽視唔係掩飾一件事嘅對錯一件錯事，或者姑息罪惡，更唔係姑息養奸但更加唔係執着別人嘅過錯死咬着唔放而係咧係包含咗寬恕、忽略。呢度少漏咗一個大小過錯，唔係單單小過錯，係大小過錯，並藉此保護對方名譽，並且達到家庭嘅和諧，促進和解而非衝突，為療癒嚟到去鋪路。所以有時人與人之間嘅衝突係一匹布咁長講係清官都難審即係好太多裏邊嘅因素數都數唔清喺水面上嘅，喺水下嘅，有太多唔同嘅因素但係咧呢度提出一個重要嘅原則，就係愛嘅原則愛係一種愛與恨強烈嘅對比，仇恨激起衝突，愛係成為一種保護傘保護與修復嘅力量。咁聖經中關於愛嘅教導咧，真愛當然係由天父上帝而嚟嘅愛啦，係無私嘅大愛，係恆久忍耐嘅，係神愛世人嘅，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嘅，係寬恕嘅，使人和好嘅，關於愛嘅教導咁歌羅西書咧第3章嘅重點咧，就係我哋嘅信息。唔可以淨係紙上談兵滿口淨係講愛仁義道德而係必須將第1章同埋第2章嘅神學思想咧嚟到落實應用喺我哋嘅生活當中，先至可以喺基督裏活出我哋嘅新生命。咁所以歌羅西書第3章第8節就提到我哋必須正視同埋杜絕心中嘅任何仇恨啦。咁包括啲咩咧？我哋一齊嚟睇好嘛？紅色嘅我一齊嚟讀但現在你們要除去憤怒、惱怒、惡毒、毀謗以及粗言穢語，這一切是好。咁歌羅西書第3章第8節命令信徒收起、除去破壞性嘅行為，特別係憤怒、惡意、毀謗同埋污穢嘅言語。佢呼喚我哋放棄舊有嘅罪性，
而喺基督裏邊過新生命，專注於控制言語與態度，透過呢樣嚟到更效法基督。同時呢，除咗要放下、收起、除去之外，我哋亦都要喺我哋嘅生命中天天都活出基督耶穌嘅真愛。所以頭先我哋已經讀咗一次，我哋今次大家再一同讀一次好嗎？好，1、2、3。所以你們既然是神所揀選的，是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憐憫的心腸，被溫柔和忍耐。如果有人對別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寬容，互相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照樣饒恕人。在這一切之上，還要有愛心。愛心是聯繫全德的。感謝讚美主。就要存憐憫的心腸。呢個存原文係有穿好衣服嘅意思嚇，所以英文就係 clothe yourselves 嚇，clothe yourselves 唔係就咁將佢收埋埋，而係穿上去嚇，將佢當作你日常習慣務要披上嘅一個嘅美德。所以喺哥羅西書咧第3章12至14節咧，所以你哋既是神嘅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穿上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在這一切之外，要存着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咁喺上帝嘅話語裏邊咧，係教導我哋點樣能夠有和諧嘅關係裏邊嘅7大要訣啦。7大嘅家庭和諧關係嘅要訣。咁第一係咩咧？就係憐憫啦。憐憫係咩咧？就係要積極去了解同埋分擔對方嘅難處，因為我哋人都係自我為中心，淨係睇到自己。好多時候咧，我哋睇人嘅問題，睇自己嘅問題，我哋話會有好多原因，我哋要體諒有啲唔同嘅因素或者環境等等嚇。但睇別人咧就唔係啊，佢就係做錯就係做錯嚇。但係咧要積極了解和分擔對方嘅難處嚇。我有難處，對方都可能有難處嚇。有時我去食晏就點解侍應嘅態度咁差？係咪淨係佢針對我咧？可能係，但亦都可能唔係，因為可能佢真係佢自己有好大嘅難處都唔定咧嚇。咁第二係咩咧？恩慈啦，係彼此嘅呵護、格外嘅關愛嚇。第三係咩咧？接受自己會有盲點或錯失嘅可能性。第四咧就係溫化調和你嘅態度、言語同埋眼神啦。呢個內心嘅愛固然重要，亦都提到外邊嘅態度，亦都有時可以係要特別嘅配合先至能夠異曲同工嘅果效達到嚇。冇心嘅話就乜都唔使講啦，有心但都要有技巧嚇。第五咧就係忍耐啦，俾時間同埋空間，使到家人或者我旁邊嘅人能夠成長改變。第六，饒恕同埋包容屋企人嘅冒失同埋犯錯。而最重要嘅就係俾父母、夫妻、兒女、兄弟們喺我哋身上能夠見證同埋體驗到、經歷到主耶穌嘅大愛。好，咁我哋而家嘅 computer 整好未啊？頭先我哋嚟嘅未？唔得。OK， 嗱，而家有一個挑戰。我上次講嘅時候咧，我同大家分析哥羅西書已經係8年前嘅時候咧。咁嗰個時候咧，我就淨係講咗頭嗰3點。我話大家舉一反三，用頭嗰3點咧，你就可以
推論到而家嘅7點，但今日因為故障嘅緣故咧，頭3點唔見咗喎，淨係得4到7喎。哇！我對自己嚟講可能係一個真係好大嘅過失嚇。但係咧請大家一齊嚟到一齊嚟到睇點樣喺中間裏邊字裏行間裏邊睇到神要我哋聽到神要我哋聽到嘅嘢嚇。咁呢個憐憫咧哇！真係太多嘢講，太多嘢講。但係我諗咧，或者有時用一句反而就仲更加俾大家能夠深入嘅去記得嚇，就係積極去了解同埋分擔對方嘅難處嚇。如果我哋能夠做到，已經好唔錯，係咪？我哋能夠易地而處，將身比己，呢個已經好緊要啦。OK， 唔使講太多理論啦。OK， 第一個 OK。第二係咩咧？恩慈。恩慈係咩咧？係彼此嘅呵護，格外嘅關心嚇。可以話係提到有2方面嘅，我相信一個咧就係對一啲特別有需要嘅人，然後呢個恩慈。第二咧就係對一啲嘅冒犯咗自己嘅人。OK， 所以我諗舉一反三，我哋能夠諗到恩慈嘅重點就係點樣能夠彼此呵護關愛咧，尤其是軟弱嘅人。社會話軟弱嘅人就當垃圾抌咗，但係我哋喺神嘅家絕對唔可以有咁嘅態度。軟弱嘅人更加要額外嘅呵護關愛。得罪我哋嘅人、冒犯我哋嘅人，我哋亦都要對佢恩慈。因為我哋自己都有時會犯錯，係咪？好，但係神都係一樣咁仁慈嘅對我哋。第三係咩咧？謙虛。謙虛。咁我尋晚再諗呢個題目嘅時候咧，謙虛咧，我特別諗到有4類唔同嘅人，係咪？4類唔係4類，我哋唔知我哋4類關於我哋自己嘅事，有一類嘅事情係我自己知，人哋唔知，係咪？有4類嚇。第二係咩？人哋知，我唔知嚇。第3係咩我唔知，人哋都唔知。第4類係咩？我哋個個都唔知，只有上帝知。OK， 即係所以咧，我喺度諗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我就會我相信咧，謙虛喺呢個應用，謙虛有好多 application。OK， 講到一匹布咁長，但係應用喺呢個健康嘅人際關係同埋家庭和諧咧。我諗有一個重點，一個最主要嘅重點，對我嚟講就係接受自己有盲點。OK， 謙虛到一個地步，願意接受自己都有盲點，而且咧盲點嘅 definition 係自己睇唔到。OK， 咁所以咧，有時我哋以為自己振振有詞，全部自己啱晒嘅時候咧，係有可能有啲嘢自己睇唔到。OK， 會唔會咧？所以我哋就係好似詩篇139篇大衛。提到神嘅全知全能無所不在嘅時候，佢亦都特別嘅提到神求你監察我能夠知道我嘅心思，明白監察同埋試驗我，知道我嘅英文我哋嘅意念。OK， 係意念，看在我裏面有什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呢個就係大衛喺神面前嘅謙虛嘅禱告。願意我哋大家都能夠有大衛嗰種嘅謙虛，能夠話神啊，我可能認為係有時真係我就算同師母或者拗撬嘅時候，有時都會認為我全部100% 啱晒，佢100% 錯，佢又認為佢100%，我100% 錯晒。但係大家都要謙虛嘅喺神嘅面前睇到話，唔係喎，其實我哋都係只係睇到好少嘅嘢啫。神先至係睇到一切，我哋喺佢面前真係要謙卑落嚟。咁第4係咩咧？溫柔、溫化、調和我哋嘅態度，言語同埋眼神。好啦，咁而家咧呢度又翻嚟第4度就我有 text 喺度啦。OK， 溫柔。OK， 咁請大家繼續落下。請大家注意咧，主耶穌教導嘅8福咧，
就係溫柔嘅人有福，因為佢哋必承受地土，必承受地土嚇。咁請睇詩篇第37篇第5至第8節啦。呢啲獲得上帝大大祝福並且承受上帝所賜地土嘅人係啲咩嘅人呢？就係溫柔謙和嘅人呢，將自己嘅事交託俾上帝啦。謙和嘅人將自己面前嘅道路交俾上帝，知道自己能力不足要靠上帝自己可以或者到50分、60分、70甚至乎90分，但只有上帝所以可以做超過100分嘅大能大力嘅好嘅果效。人自己極限都去到100分，但係神係能夠做過超過人所想所求嘅事。謙和嘅人每日都有嘅心態，有時一起身就會話：我要自己去憑自己力量做啲咩嘢。呢個我幾十年都係要鍛鍊一個功課，就係要做一個真正謙卑嘅人，就係將呢個降服喺神嘅面做。神啊，我要攞個空杯嚟，唔係因為我自己做唔到70分、80分、90分，而係因為你要喺我身上顯出你嘅大能大力，係遠遠超過我自己所能夠達到嘅。我需要你俾我呢個能力俾我。OK， 所以坦然嘅面對自己，承認自己冇力解決生命中一啲難題壓力困難，因為我哋都係無知嘅，因為我哋可能都係淨係有好多盲點，自己都睇唔到。OK， 咁所以佢哋睇到咧，上帝係可靠係真實嘅，所以無論面對健康關係、經濟類嘅挑戰咧、恐懼或者挫折咧，都將一切嘅難處交託俾上帝啦。所以謙和溫柔嘅人係學習係識得會倚靠上帝嘅。佢哋確信咩咧？當遇見阻擋同埋困難嘅時候，可以謙卑落嚟，帶着信心向上帝呼求咧，上帝必然會為佢哋開路嘅噃，引領佢哋向前行。我哋一齊嚟讀詩篇37篇第5節，好嘛？就係詩人對我哋嘅呼籲嚇。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哈利路亞，感謝讚美主嚇。所以第3咧就係謙和嘅人、溫柔嘅人係會止住怒氣嘅嚇，唔會因為睇到嗰啲道路通達同埋嗰啲惡謀成就嘅人就心懷不平，以致作惡嚇。哇！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 你話佢哋咁，你唔可以將佢哋繩之於法。你有時警察都變為做埋賊司法制度完全係變成一個罪惡制度以致作惡，係因為佢哋知道相信上帝嘅應許，所以就唔會跟佢哋同流合污啦因為知道惡人必被剪除，惡人受罰嘅日子將要嚟到，佢哋嘅刀必刺入自己嘅心，惡人嘅膀臂必被折斷。好，第4咧就係謙和溫柔嘅人亦都安心嘅去等候上帝啦。我哋不如一齊嚟讀好冇？你當安心倚靠耶和華，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達的和那惡城心懷不平，當止住怒氣，離棄憤怒，不要心懷不平，以致作惡。因為作惡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華的必承受地土地。好，咁第5係咩呢？就係溫柔謙和嘅人喺上帝面前必能夠得享心中嘅安靜同埋平穩啦所以呢個耶穌話呢個軛係容易嘅唔係難嘅。當你學習到我嘅柔和謙卑，唔係同人話你講嗰句我一定要加2句，你咁你做初一，我一定要做什麼？溫柔謙和嘅人呢，將自己嘅道路將嗰個自己嘅前途，將自己嘅公義抑或係覺得遇到唔平等嘅事交託俾上帝呢，就安心等待上帝去作工，為佢哋伸冤。有一次我係要為一班人去討佢哋嘅公道嘅時候，神就提醒我有個禱告，就話唔好喺我幫佢哋討公道嘅時候，就用嗰啲嘅手法係要 copy 埋嗰啲嘅不公義嘅手法嚟到為佢哋討公道。有時係好容易墮入呢個嘅陷阱裏邊因為知道上帝係可靠嘅，所以心裏邊
就唔會有呢個試探同埋煩躁，因為從憤怒、心靈苦毒嘅跟蹤可以得到解脫同埋釋放。由於認識咗愛佢哋嘅父神，心靈得享奇妙嘅平靜安穩。好，咁呢，第五係咩呢？係要有一個忍耐嘅心，俾時間同埋空間，讓屋企人能夠逐漸嘅成長同埋改變啦。其實呢個包括一個非常重要嘅心態，就唔好睇死人。你5歲、3歲定80，你3歲咁，你將來都咁。我有時越老咧，人越容易咁嘅嚇。我見過你好多係咁噶啦，你咁樣，你將來就係咁噶啦。但係真係唔係嚇，3歲定80係在人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嚇。咁所以咧，有時我哋嘅忍係咩咧？我哋所謂忍耐係咩？哇！我忍咗你好耐。嗱，呢個我承認自己講過 ，OK， 我承認自己講過，但我喺度諗，係咪真正聖經所謂嘅忍耐咧？咁喺我多年嘅經驗，唔係話每一個人都願意係被上帝改變，但我係咁講，每一個真心願意去被上帝改變嘅人，我都見到佢哋係會有成績嘅，甚至乎一啲好大嘅改變添。咁所以忍耐係一個必須有嘅要素，而唔係 just write people off，cross them off the list 就係算數。咁第6係咩咧？就係包括饒恕同埋包容啦，屋企人嘅冒犯同埋錯失，let it go。主耶穌教導我哋咧，要為我哋嘅敵人甚至傷害我哋嘅人，得罪過我哋嘅人祝福嚇。咁呢個真係唔簡單嘅事情，要為佢哋禱告。但係當我哋帶着信心順從神嘅話語，去為嗰啲傷害過我哋嘅家人禱告同埋祝福嘅時候咧，上帝必定會聆聽我哋為佢哋嘅祝福同埋禱告。咁喺此時此刻咧，我哋都要帶着信心，耐心等候佢哋嘅改變同埋成長。請記住，上帝作工有佢自己嘅時間表，有佢自己嘅時間表。我哋要對神有信心。下一個唔該，要對神有信心咧。因此就下一個添。好，我哋就能夠俾對方耐性，俾對方改變或者進步嘅空間。社會好殘酷嘅，有時你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 或者點有時一個 mistake 都唔能夠 afford。但係我哋喺神嘅家，喺自己嘅屋企，我哋就必須有呢種嘅忍耐嘅心態。就算唔係立刻見到明顯嘅改變，亦都要繼續祝福佢哋，為佢哋繼續禱告。上帝必然會完成佢自己嘅工作。咁而家提到第7點咧，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咧，就係要讓我哋嘅父母、夫妻、兒女、弟兄姊妹們，都喺我哋自己身上能夠見證同埋體驗到、經歷到主耶穌嘅大愛。主耶穌嘅大愛。其實咧 ，let's face it， 我哋都係人，對我哋好嘅人，我哋對佢哋有愛心，一啲都唔難。咁所以咧，有時我哋想喺教會裏邊，大家都係彼此嘅好客氣。我記得我第一次信主，我信主嘅時候喺初中嘅時候，都因為去到一個少年團，我係成日同爭住第一個去攞個漢堡包，第一個去攞炒飯，第一個要去霸波台嘅。但係佢哋唔單止唔同我爭，仲話你去攞先啦，食多啲添啦，夾多啲餸喺我碟度。我話唔使我搶，你仲要夾喺我碟度。同埋打波我唔使話要用手踭頂開佢哋去霸台，佢哋反而就你打先啦，打完再打多啲。咁我真係感覺到哇嗰個對佢哋有愛心，我就俾佢哋深深嘅吸引連我就係對主嘅認識嗰度開始。所以對我哋好嘅人，對佢哋有愛心一啲都唔難，但要對嗰啲我哋真係好頂唔順嘅人，
有愛心咧，哇！真係難過登天嚇。我諗呢個我哋每一個人做咗基督徒幾耐都知道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嚇。人嘅愛心咧，始終係有限公司嚇。我哋都係嚇，我哋唔一定係開有限公司，但係我哋都係有限公司嚇，都係有限公司嚇，極之限定嘅嚇。一過咗界嚇就冇得傾嚇。所以倘若係靠你我去俾他人有愛心咧，真係等到天光咧都等唔到啦。但係咧，若果真係要改善人際關係，若果要改善家人、朋友、同事、弟兄姊妹嘅關係咧，咁啊真係要從神嘅源頭去支取愛嘅力量。所以我有位我認識嘅傳道人就講，佢話佢多少時候佢認為佢自己最唔夠嘅話，唔係話淨係話唔夠去愛人啊，做唔到呢樣嘅，係唔夠真係等候喺神嘅面前接受神俾佢嘅愛。當佢花時間喺神嘅面前等候，越嚟越多接受神俾佢嘅愛嘅時候，哇！佢就發覺佢就更能夠去愛旁邊嘅人啦嚇，就變成一啲都唔難啦，因為有神嘅愛充滿愛我哋嘅心。所以第一件事就要做就係要喺上帝面前坦白承認我哋嘅人係經常缺乏對別人有愛心嚇。第二件事就係祈求上帝嘅幫助，饒恕同埋赦免。第三就要感謝主耶穌喺十字架上為我哋所作出犧牲嘅大愛，他是愛我，為我捨己。我記得我連5歲嘅時候，我都因為聽到主耶穌為我犧牲嘅大愛而流淚接受咗主耶穌。到今年70歲咁我都係聽到神為我嘅犧牲，耶穌為我犧牲，我都不禁心裏邊大有呢個感動佢捨棄自己嘅生命，為要拯救我哋每一個人脫離我哋所有嘅罪，因為喺十架上為我哋流出嘅寶血，我哋所有嘅罪同埋過失都能夠被寬恕赦免。呢個感謝第四呢，就係讓我哋天天都能夠感謝主耶穌俾我哋能夠有無盡嘅愛、無私嘅愛，甚至可以話係無條件嘅愛，讓我哋可以用上帝俾我哋嘅愛去愛別人。Okay. 好，所以今日我就同大家分享家和萬事興呢個最寶貴嘅、極之寶貴嘅真理，亦都願意家和萬事興成為我哋在座每一位嘅朋友、每一位嘅弟兄姊妹嘅祝福。願主大大嘅祝福各位。我哋好多謝李牧師嘅分享啊！其實對我哋每日嘅生活都好有